大家平安，这是咱用咱来个别咱的信仰，用使徒圣经，咱做来纪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2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全能的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咱的主是配得咱来敬拜甲学乐的，因为伊将咱本地是做奴隶奴仆，但是伊甲咱救活起来了，咱无阁受约束，咱无阁受捆绑，圣神甲咱同在，咱要来得到自由，咱的心要开阔，咱要得到喜乐。圣洁的羊羔，伊的慈爱对古早到现在，到以后永远拢含咱三甲地底。咱做来学了这首坐伫宝座顶的圣洁羊羔。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我你敬拜他路。
谢主，咱一入这个圣殿，咱感谢主，咱来思想上帝对咱的恩典，祝福咱的喜乐，互咱的平安。咱感谢主，一粒种子，伊成熟，若无伫这个土地内面经过这个黑暗，经过侪侪挑战，伊的功能拢无。但是伊若愿意，伫这个土内底，经过黑暗，经过侪侪挑战、困难、操练，伊会富裕，伊会开花，伊会结侪侪果子，伊经历了生命改变。咱常咧讲，伫上帝遐无难成的事。你若愿意互上帝使用，上帝大大祝福伫你的心上，你的生命是毋是有愿意来互主所使用，来为主来活，成做伊宝贵的器具呢？咱做来学了这首，用华语来吟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生命的
咱甲主讲，咱是毋是愿意互主来使用？咱甲主讲，咱是毋是要成做伊宝贵器具？咱做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你真疼阮。因为阮是有罪人，你将阮一个落魄的生活当中，你救活着阮的性命，互阮的目睭会当光起来，互阮的心会当醒悟，互阮的心无咧受捆绑，反倒当圣神来引带阮，会当人得到自由，互阮有选择真理的道路。阮感谢主你的恩典，阮的生命虽然咧经历济有黑暗、有挑战、有困难，但是阮凭着你，互阮的信心望，互阮的生命会当甲你结连，搁较亲密。阮能讲袂出的甜蜜，主，阮感谢你。阮知影你互阮的是济恩典，但是阮回应你只不过是淡薄。阮有时阮的信心无够额，阮有时毋愿放落重担来伫你的面前。阮有时阮有过头看如，致使到阮的福音的使命来忽略去。恳求主耶稣，你的话常常来提醒阮，会当成做一个夜景的，嘛会当来照顾，嘛会当分享，才会主需要主耶稣你安慰的人。为兄弟姊妹，阮会当结出30杯、60杯、100杯的工人。伫遮，我嘛为着阮的兄弟孟丰兄伊的车祸来献上感谢。经过一礼拜，阮知影伊几个届的即种手术真顺遂。主，阮感谢你，因为接下来一段时间，伊要住院，伊要复健，爱做伊的亲人来陪伴。愿天父上帝，你继续引带带领，嘛，互伊的囝儿会当搁较亲的，因为安尼来认捌主你的恩典是教育因全家来用。阮献上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咱为着以下的公道事项祈祷，请看内面的公道事项，请咱开声来祈祷。上帝，阮感谢你，敬选阮成做你的儿女，嘛有即个福气，会伫咱伫遮敬拜学了你。愿你圣灵充满阮，互阮有真好灵修时间来读经，领受你的真理，透过祈祷甲你若亲近。求你开阮的心，互你的话甲阮同行，嘛有你的平安甲喜乐伫阮心中。恳求你赐下医治的恩典，医治伫身体病痛、心神软弱的兄弟身上，互因伫病痛中会当信心的交托。病痛的求主亲自医治因，心神软弱的求主坚强因，互因快乐，嘛互因会当明白，只有伫你内面才会得到喜乐，真做医治家己的荣耀。我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名来求，阿门。我
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18篇，诗篇67篇。我来启应兄弟来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欢欢喜，因为你才有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下面请圣歌队转来学了上帝，因要唱的是我是在你无难成的事。平安。今仔日吼，搁爱邀请大家来和阮伫最后的时阵，和咱做伙唱歌。我来教大家一句话尔。跟我一起念哈，都是 Amen。都是 Amen。台语版拢是阿门。拢是阿门。我来唱，你来和我做伙唱哦。都是 Amen， 都是 Amen， 都是 Amen。都是 Amen， 都是 Amen， 都是 Amen。咱搁唱一摆吼，你若是感觉伤悬，你会当拢都是 Amen 第8度吼，来哦，搁一摆哦，来哦，三来。都是 Amen， 都是 Amen， 都是 Amen。咱来唱台语的版本吼，拢是 Amen， 拢是 Amen。拢是阿门，拢是阿门，拢是阿门，拢是阿门。大家都可以当那个圣歌队队员了。好，等一下我会邀请大家哦。天在中的星星会。
愿一切荣耀归予天顶的上帝。请咱做伙来看周报，请看内面的消息通知。圣港侍奉人员写有担任服侍的人致意。教会的消息：第本主日是文艺传道奉献主日，感谢昆山教会蔡约信传道代表正道请安报告。请兄弟为着文艺事工关心代祷奉献。若要奉献的，请写伫家己的奉献袋仔内底。第二季社区音乐营有定伫8月份开始，日期是8月初3到9月21。9月22主日礼拜成果发表。若有意思要参加的，请往题目台北区报名，详细也请看公布栏。请为音乐品格培养教育事工关心代祷。第3 8月初3拜六7点半到6点半到7点半召开第4摆小会，请3位长老留意参加。同日华语礼拜暂停一周，请兄弟留意。请奉献部分后错误，请往过过无更正。请做伙来读本周金句，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因为万物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伊永更到代代。阿门。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罗马书11章36节，三个来讲授上帝的话，记载是罗马书11章36节。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万物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伊永更到代代。阿门。请每位小朋友读中文。大家平安，我要共读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万物都出自他，借着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上帝，直到永远。阿门。请小朋友来到台前，嘛请创传道为因祝福。好，我们咱做伙为着这3个小朋友来做伙来祈祷，咱做伙阿头来祈祷。耶稣，谢谢你祝福我们大桥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儿童在你的教会里面。主啊，我们晓得教会的复兴是儿童，是青年，是成人，以及是我们的壮世代，我们的年长者。主啊，特别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我们要来祝福这3位小朋友，以及今天有来，或者是今天没有来，或者是今天有来在其他地方还在忙的这一些小朋友。主啊，奉耶稣的名要祝福他们。主啊，让他们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有上帝的话语要领到他们，每一天都有神你的圣灵动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主啊，让他们走到哪里，他们的平安就到哪里，就把平安带到哪里。主啊，让他们走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主啊，让他们走到哪里，他们身边所有的这个人，感受到他们身上所传递出来的祝福就会到哪里。谢谢主，求你恩待这个大桥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也恩待这几个这个孩童幼儿。主啊，求你让他们在学业上面也能够是尽本分的，让他们在学校里面做见证，在家庭里面做见证，在他们每一段关系上面都做见证，也特别是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主啊，他们能够做见证。谢谢主，与他们同在。愿你敞开天上的这个大门，主啊，倾倒一切的祝福在这一些青少年以及在这些孩童的生命里面。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多谢大家。
好，今仔日因为是即个文字的团的主日，所以我来伫遮甲大家来做伙来分享即个题目，叫做“生命的主权”，生命的主权。伫即个罗马人书的第11章第36节，就是他拄则咱所读的即个经文。现在我是开始分享了吗？好，因为流程很顺，很棒。对，这个拍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我前阵子在灵修的感动，让我回想到，我回想到我过去我细汉的时阵有一个疑问，是啥物疑问？这个问题是无讲介深，但是可能是真侪人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耶和华上帝这么严苛、这么严格、这么严格？以色列人拜别的神。伊就会惹怒耶和华，一无细哩，就会互耶和华击杀，就会降灾，就会被外族侵略，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这是我以前我伫即个细汉的时阵，我对我的上帝，我对我的信仰有一个反思，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伫我信仰的初期，我真正会怀疑讲，人敢是真正是上帝所创造的？唔知影大家敢有即个疑问？人真的是上帝创造的吗？为什么我翻开旧约、古约内底真侪故事，拢是人安尼10几个人、几百，就是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就这样死掉了？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上帝好像动一动手指，好像那个超级英雄里面的片，只要一弹手指，世界上一半的人都会被毁灭。这是我真正的怀疑，人敢真正是上帝所创造的？如果伊深深爱世间人，那安尼？那为什么这么容易的互人离开这个世间，的出掉伊的性命？这个疑问，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并没有停留太久，因为我所认为的上帝，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他有他的主权，对全世界所有的一切，伊拢有伊的主权。咱来看这个罗马人书第11章第36节，就是这个经文，伊讲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乎伊，直到永远。阿门。这是罗马人书的经文。上帝对伫伊家己所创造的，伊有主权，而且伫宇宙万米也是伊所创造的，而且咱活伫这个宇宙万米的中间。其实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创造一切万有，然后我们发生的好的事情，甲无好的代志，拢是伊的应允。若无有伊的应允，咱无可能会当行到今仔日。但是，一谈到主权，一讲到主权这个物件，这个词，咱的第一个反应，大部分拢是啥物？大部分拢是阿爸，大部分拢是专制。大部分都是独裁，这个人要太多的权利了，他不行，伊是独裁的，用一款较负面的角度来切入去讲，总是感觉着讲这个官品，这个物件离甲愈远会愈好，离越远越好，不要碰最好。教会都不能够讲权柄，权柄是这个世俗的代志，世俗的物件。如果用人的权柄、人的官柄来讲，咱拢会安尼来思考，什么就是一个例？政治就是一个例，对不？政治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兄弟姊妹，也有更多的人，他大权在握，却嘛是带领这个国家、企业、公司、教会、组织、家族、家庭、真侪群体。都有好的发展，也祝福到非常多的人，不是吗？所以基督徒，咱基督徒在理性的顶面，我们通常不会去怀疑上帝有上帝的主权，因为我们信耶和华，伊是安那永远主爱的，对不？永远主爱，永远信息的，他很让人挣扎的是什么？咱无怀疑讲上帝是永远主爱、永远信息的，但是咱怀疑，互咱做精进的，往往是。为什么上帝是用这款的方法来带领我？为什么上帝要让我发生这个代志？为什么上帝要让我在我的身躯顶做这款的代志？也是讲在我的生命的中间要来做这款的代志？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跟随耶稣，
兄弟姊妹，如果我们信耶稣跟随主，没有在一个信心，无有伫信心甲幸福的这个层面的内底，我们信耶稣，如果没有在信心跟降服的层次里面，咱真恶的，我们很难相信信得进去，并且我们很难体会到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没有用信心去相信，如果我们没有降服，无幸福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很难信得进去，并且我们很难体会到这个上帝的心意。因为我甲我的感觉伤大，因为我跟我的感觉太大了，所以当我很大的时候，常常专注在自己的时候，咱若是专心伫咱家己看咱家己的时阵，我们就不会，咱就袂会，我们也不想去看上帝，无想要看上帝，就无愿意去了解伊的心意。所以，咱真做这个上帝的儿女，真清楚的是爱知影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清楚的是，我们活在神的主权之下。咱每一个人，咱拢活在上帝的主权的下面。我们必须要活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救恩才对咱有功效。我们领受救恩的同时，咱领受这个救恩的享受，咱就要知影，拯救是一个恩典，拯救是一个恩典，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能够给。兄弟姊妹，拯救是一个恩典，世界上没有别神可以拯救我们。圣经就是安尼讲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让我们得着救赎。所以救恩是一个恩典，详细救恩是什么？救恩详细嘛是主权的一个交托。救恩是一个你在讲主权的交托，是我甘愿，我谦卑我家己，在这个决定信任，而且接受耶稣基督，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生命唯一的救主的那一刻起，你的开始，你就开始去学习，把自己未来的那个样子，我未来要长成什么样子的这个决定权交给耶稣，听伊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什么？讲一句较粗的话，就是咱需要别人救咱，咱就需要去听别人的。我们需要别人救我们，我们就需要去听那个要救我们的人他的声音。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嘛，伊讲病人倒伫这个病床的顶面是真无尊严嘛。病人躺在病床上是非常没有尊严，也没有自由的。所以人伊要变心，就拢爱有人去甲扶一下，对不？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讲什么？这句话是在讲什么？病人无有主权呐，还是讲病人的主权真少？这句话是在讲这。所以，伫这个路加福音的第5章第31节到第32节，歹势我摕我的钱包比一下。伫这个路加福音的第31节，第5章第31节到第32节，伊安尼讲，伊讲信耶稣，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要调义人来悔改，乃是要调罪人来悔改。哦，耶稣这一句话，耶稣这句话，就甲伊要来到伫世间中，伊的使命就讲出来。他这一生，他的呼召，伊的被上帝呼召伊来这个世间，所要做的代志已经讲了。伊讲我来，不是要调义人来悔改，我来是要调罪人来悔改。伫这个路加福音的第5章31节到32节，兄弟姊妹，信耶稣不是咧讲我会当得到什么，敢是信耶稣会当得到真侪恩典，但是信耶稣伊的目的不是咧甲咱讲我可以得到什么，不管是救恩。不管是恩典，不管是平安，不管是我的身体的健康等等的，也是在说，当你可以得着这个恩典，无唔对，信耶稣会当得到恩典，但是你可能需要顺服伫主，去这个放下一寡什么代志。信耶稣是在讲，当你愿意顺服，你可能需要顺服去离弃一些什么。
这才会是咱的救恩，这才是救恩的这个本质，是关乎将生命的主权再一次交给上帝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所以兄弟姊妹，你为主所听的，相信上帝，甲信耶稣，这两个咱常常讲的词，相信上帝跟信耶稣，不是在跟我们说，不是在跟上帝讲说，主啊，我相信你。信耶稣跟随耶稣，唔是咧讲主啊，我相信你，是咧讲啥物咧？信耶稣、甲军队耶稣、甲相信上帝，是咧甲上帝讲主，我听你的。这就是信耶稣的本质。信耶稣唔是讲我有信啊，我有信一位耶稣，伊就是伫我的身躯边，每一天拢咧陪伴我，唔是安尼那尔。信耶稣是咧讲主，我听你的，主我顺服伫你。所以无有上帝的话，咱无愿意放下咱家己，互上帝来引带，我们仍旧是当自己的神，我们仍旧是当我们自己的上帝。所以如果上帝创造咱，然后他也要为我们负责了哦。而他已经也在带领你了，他带领你走过关山，然后又带领你走过低谷，但是我们不愿意被他带领，我们不愿意寻求他，又照着很多自己的想法跟心意来走。那安尼兄弟姊妹，上帝要安怎带领咱呢？我们生命已经有一位上帝在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想法很多，我们的意见很多，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祷告当中寻求神，我们没有求问上帝，那上帝要怎么带领你？当然是当然他有给我们自由意志，没有错。上帝有给咱一定的自由，但是更较特别的是什么？更特别的是，我们喜欢偏行己意。咱往往想要行家己的路，啊头壳弄破、跋倒啊、受伤啊，咱会阁转来找上帝，啊转来找上帝是好哦。有的人转来找上帝是咧埋怨上帝哦，讲上帝你哪会安尼？上帝讲你无听话啊。但是咱往往是咱出去舞的了后转来，咱就甲上帝讲：上帝啊，你哪会互我经历着这款的代志咧？真正做衰的呢，上帝。我们往往都是这样回来教会，来到神的面前就要埋怨上帝。可是上帝说 A B C D E 伫遮，你就照安尼行。圣经拢有写，圣经毋是伫即个世界，毋是咧讲即马拢啥物年代啊？即马拢啥物年代？即马做侪少年人拢讲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不能婚前性行为哦，对不？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叫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来教会聚会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为什么我还要为什么不能够理性一点？所以很多现在特别这个世代的声音就是这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橄榄讲这个天地所有的事情都会废去，只有我的话会怎么样？永远长存。弟兄姐妹，天地都会废去，这什么意思？地球规了袂无去呢？但是地球规了袂无去，咱即马所搭的这个涂骹都会废去。你即马目睭所看到拢会废去，什么会搁伫地？上帝的话会伫地呢？这是咱基督徒真需要思考的代志。所以，佮讲倒来，一个比如，一台车袂有两个方向盘啦，敢是？一台车袂有两个方向盘，那两个方向盘都有功能。这个交通就会更较乱，反而你会更慢抵达你要去的地方，反而你会更慢抵达你要去的一个目的地。所以，咱会当先按呢观察咱家己，一个不知道上帝主权的基督徒，一个如果上帝最好第一，伊就真欢喜讹了上帝。上帝若带伊入去到伫这个流泪谷，真需要去改变，需要去悔改的一个所在，他就埋怨上帝。一个不知道上帝主权的基督徒，伊的性命往往是啥物？伊的性命往往干那想要掠尔，伊无管一绑，他只想要抓，他不想要放，他只想要专注在自己，
他不愿意专注在上帝。你让我得这个病痛，你让我发生这一件事情，你让我的经济遇到急难，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他只想要专注在自己，他不愿意专注在上帝。一个不知道上帝主权的人，他只想要抱怨，他不想要操练。他只想要抱怨，他不想要操练。一个不知道上帝主权的人，他只想要舒服，他不愿意顺服。像你今麦在这个圣经的内底，当咱看见这个老年得子的这个亚伯拉罕、阿伯拉罕，伊献上伊的独生圣囝，不是独生圣囝，歹势，伊献上伊的这个独生的爱子，我们就要晓得儿女的主权不在我们身上。儿女的主权不在我们身上。我在昆山教会，我都跟昆山教会的爸爸妈妈说：你唔通听囝生，听囝赢过你的上帝。儿子不是你的生命，女儿也不是你的生命。儿子女儿生出来，他都是上帝的哦。还有爸爸妈妈，你的生命也是上帝的。上帝差派你的儿女来到这个世界，上帝也差派你呢。所以你不要小孩生出来之后，你的眼睛全部都在忙小孩，但是没有上帝。上帝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有你的目的，也有你的呼召，也有爸爸妈妈你要完成的使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献上独生的爱子，咱就知影讲儿女的这个主权无在伫咱啊，无在伫每一位父母，嘛无在伫每一位阿公阿嬷。当我们看见这个富可敌国的这个约伯，大家让我听过约伯的故事嘛，对不？富可敌国的约伯，他在一夕间家破人亡，然后还被他3个朋友怎么样？踢笑，被嘲笑，还能够归荣耀给主哎！伊的身躯顶拢生足侪粒啊，生很多毒疮。一夕间呢，他还能够归荣耀给主，你不会觉得他头脑有一点点状况吗？怎么？我的几千只羊、几千只牛、几万只什么款的动物拢无去啊！我的老婆拢全部拢离开啊！然后我的儿女也一个一个离开我了。然后我的朋友，人家说有的时候朋友比家人还要重要嘛，连我的朋友都要怪我说：“右边，你敢是有什么得罪上帝的代志？”连我的朋友都要怪我。他还能够归荣耀给主，又变供上面，收取跟什么？赏赐在于耶和华，收取在于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不是伫右边个真富有的是怎么讲的哦？是伊全部拢无啊，伊朋友搁甲起笑，啊，伊身躯拢生粒仔的是怎？伊讲这句话呢？他不是在好好的时候讲这句话，他是在整个很糟糕的环境里面，他归荣耀给主，我们就能够晓得这个灾祸甲丰盛的主权无在伫咱兄弟姊妹。所以奉劝大家，礼拜日的时候不要去工作，能够把礼拜日这个上午的时间空下来，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殿里面，能够来朝见神。所以当咱看见这个无想要互尼尼微城悔改的这个，佮甲上帝唱反调，被从船上丢下海，又被这个大鱼吞了掉，佮吐上花的这个先知约拿，后来被上帝管教。硬心嘛，对不？他硬着头皮进去传讲悔改的信息，伊不是讲好啦，我的安尼啊，我的你比讲，他还硬着头皮，他还是不想要，他被吃进去，被鱼吃进去，然后吐出来，他还没有悔改哦，他说好啦，你赢，上帝你赢，我听你的，我就去讲，结果。上帝说他走几天，圣经他说他走3天而已。尼尼微城这么大，他走3天，随随便便讲完他就出来了。这个就是上帝的先知的性格。约拿后来被上帝管教，我们就能够晓得公平跟公义的主权不在我们。约拿他的主要的论述是什么？伊讲尼尼微城是有罪的啦，是罪恶之城。兄弟，
你莫叫我去甲伊传什么悔改的福音，因无达啦，他们不值啦。不要跟我讲这个。兄弟姐妹，这像不像我们？伫咱的职场内底，伫咱的家族的内底，伫咱的这个职场家族，伫咱的学校的内底，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一些被边缘化，或者是你看他很不顺眼的这一些同事，在同事在主管或者是下属，还有我们特定哪一个亲戚，或者在学校里面哪一个同学，弟兄姐妹。这像不像我们？我们会跟上帝讲说：兄弟，我会当甲遮的人传福音，但是不是遮的人；我会当甲遮的人传福音，邀请因来教会，但是不是遮的人，因为因伫学校做讨厌，因为伊伫职场拢勾心斗角，然后背后说一些闲话，破坏公司的和谐，规工了想要好行小惠那样。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在跟上帝讲？就如同约拿一样。今日我若讲到约拿，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创世纪，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帝交代亚当甲夏娃讲袂当食，为什么上帝搁要放伫伊甸园内底？咱敢有想过这个问题？若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袂当食，上帝是调工的敢是上帝调工要？把这个分别善恶树采伫个伊甸园，搁袂当食，是要甲我啥哦？弟兄姐妹，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公平跟公义的主权，不是亚当跟夏娃你定的，不是我们定的。我讨厌什么人，我就是无爱听伊；我介意什么人，我就一直介意这个互动，跟他一直接触。这是上帝教我们的，所以人类。我们每一个受造物，我们都要学习跟这个分别善恶树相处。对，我们生命有一颗很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就是我要尊重上帝分别善恶的主权。这个人很讨厌，那个人很讨厌，可是上帝也爱他，你愿不愿意去做？很多时候，这个分别善恶树，我们就是要懂得跟这个分别善恶树来相处。所以，当咱看去和情欲。被情欲诱惑，以至于失去能力的失去能力，失去伊的国家，悔改了后，消灭了仇敌，最终还能失去生命的这个属书参孙，这个是参孙，这一个，我没有放参孙的图，都不好意思。参孙，我们就要晓得这个职分，这个结婚，这个角色的主权无伫咱，伫这个四福音书的内面。当咱看见耶稣安那听人怎么生活，在短短的33年里面，耶稣我已经活得比耶稣还久。我今年34岁，耶稣活33年而已。他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他怎么传福音？他怎么面对被门徒的背叛？被门徒背叛呢？他不是被那一些跟他派别不一样的人一起互伊做。深深去听这些门徒反背，他怎么面对十字架？怎么面对他的愁苦？3天后死里复活，40天之后又升上高天。兄弟姐妹，我们就能够了解性命、甲生活、甲生活的主权根本就无伫咱的身上。伊是上帝，但他仍然选择倒空他自己，顺服伫伊的白上帝的顶面。兄弟姐妹，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找到非常非常多的例子。这一切的主权都是耶和华上帝的，所以上帝伊永远会听甲稳定，印证了上帝的主权的信实跟良善。我再说一次哦，上帝永远的爱跟恩典，印证了上帝主权的信实跟良善。伊互咱有安全感，同时伊嘛互咱明白，幸福不是无有目的的。降服不是像现在的人说无有意义啦，你逐工去，你逐礼拜拢去教会，周间的暗时嘛爱去祈祷会，爱去训练，做真侪代志。你是安那？你是脑袋空空吗？降服不是脑袋空空的反智，反对的反，智慧的智。做侪即马做侪人拢讲反智啦，
反对智慧，拢叫我莫读册，爱顺服就好啊！你拢叫我爱顺服啊，无经历不要紧，先顺服。但是这样真的是错的吗？降服不是没有目的，不是没有意义，更不是脑袋空空的反制。咱来看这个耶稣基督，伊对伫什么叫做有智慧的人，什么叫做无知的人的一个经文。他说：“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什么聪明人，伊甲这个厝起伫石盘的顶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26节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却无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伊将这个厝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同款哦。每一个人拢会拄到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但是这个盖在沙土上的人，他的房子就倒塌了，而且他说什么？倒塌的很大。兄弟姐妹，同样都有听见我这话，对不？想看让我听见我这话，上帝的话对每一个人拢会安尼讲。听见我这话，关键是啥物？关键就是伫你听见了后，一个是有去行的，一个是啥物？一个是不愿意去行的，因的结果是真无同款。这段经文给咱一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这个基督徒信耶稣的特权到底是什么？信耶稣是啥物好处？传到你讲信耶稣，袂当干那憔悴、稳定甲祝福那尔，无干那有稳定甲祝福那尔。那安尼传到你甲我讲，这个基督徒信耶稣有啥物款的好处？那我现在就讲，以基督徒信耶稣的特权，不是避开雨淋、水冲、风吹。你看，上帝耶稣伫这两款的人，这两种的人内底，伊拢讲有雨淋、有水冲、有风吹，每一个人都一样。有钱的嘛是有雨淋、水冲、风吹，无钱的人嘛是有雨淋、水冲、风吹。无论咱的家庭的背景，无论咱伫这场。不论我们的社经地位是高还是低，都会有雨淋、水冲、风吹。我常常听见这个蔡安乐牧师安尼讲，伊讲信耶稣唔是，互你保庇你吼，这个骑机车的时候、赛车的时候拢拄着青灯啦。信耶稣不是让你这个，就是不会遇到红灯，特别现在天气又很热，你如果骑机车，你真的会整个都一直流汗、一直流汗、一直流汗。所以这段经文唔是咧。这不是上帝的应许跟祝福，雨淋、水冲、风吹不是，可能信耶稣以后还会怎么样？还会更多哦，因为你选边站哦，你本来不信哦，撒旦魔鬼觉得 OK， 蔡约信还没信，还不用先放在 A 计划，结果蔡约信现在信了，蔡约信现在 A 计划。组织一下，我们要诱惑他，我们要攻击他，可能还会更多弟兄姐妹，你会因为你常常来教会，可能恁翁还是恁某，还是你的囝，会甲你反驳，会讲很多这个不想让你来教会的话，可能你的哪一个亲戚说你再来教会，我就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呢，很多小孩就说你再来教会。爸爸妈妈说你再来教会，我就扣你零用钱啊！你成绩没进步就不用来教会。反正他不管做了什么事情，他只要有坏的，他就说你干不去教会，所以开始变派，就很特别、很奇怪。但是雨淋、水冲、风吹，信耶稣可能会更多，也不一定。但是信耶稣的特权是我们拥有上帝的话语，咱领受，然后咱会当去活出来，这是基督徒的特权。我们拥有上帝的话语，然后我们领受，不止领受，咱无干那领受那样，咱个会当活出来，亲像约伯同款嘛。世间教咱什么价值观，就是我被不好的对待，我的什么，我的躺平的好啊，我就无想要舞啊，我就倒伊遐。等人来甲我救，无呢？约伯不是安尼呢，约伯是领受上帝的话，而且甲活出来。我们拥有上帝的话，领受活出来。所以这段圣经的比喻的第二个启示是啥物？就是上帝安怎样定义巧的、甲无知的，伊的内涵是啥物？咱来看，
基督徒的特权，我刚刚是这个，不是避开苦难，不是趋吉避凶，而是拥有活出神的话。所以，你今晚你如果现在生命里面遭遇到一些苦难的，我鼓励你不要离开上帝，不是上帝不祝福你，是上帝允许这一些事情发生，要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要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长。因为上帝不溺爱人的，因为上帝是好的父亲。所以我们接下来谈到这个。既然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亲像一个巧的、一个聪明的人。好，所以聪明人定义是听见这个话就去行的。那安尼无敌的是啥物？听见我这个话无去行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比喻是耶稣讲的哦，这个比喻不是保罗讲的，嘛不是啥物人讲的哦，是耶稣所讲的。我们不可能质疑耶稣说：“耶稣。”你讲话，我得爱信，我得爱去做。耶稣，你是要我反制吗？耶稣，你是要我脑袋空空就去做一件我没有把握的事情吗？弟兄姐妹，这很挑战我们的信心哦。耶稣说：“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就是聪明；无知的人是听见我话不去行的，这不叫聪明，这叫无知。”所以，求主帮助咱兄弟姊妹，咱每一礼拜来这领受。这个五牧师，还是讲其他的讲员的信息，我们是用一个柔软的心要来接受真理。我们不要急着批判，不要急着用理性来这个有防备心，让我们重新的定义我们的价值观。咱的价值观，那不是选择和真理来塑造咱，就是和世界渐渐的来影响哦。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来思考，我们信耶稣久久，不知不觉。我们都让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影响你，而且还是悄悄的影响你。所以，这个信耶稣需要有顺服的行动，才是军队主。信耶稣这个信需要有顺服的行动，才会是叫跟随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跟随主？信心、信用才会提升，才会长大。信主。袂当干那讲稳定尔，更加需要顺服，需要降服。属灵的这个婴仔，属灵的婴孩会一直要求恩典。迄个小朋友当他生出来尔，伊咧花，爸爸妈妈伫边啊，又闻着妈妈的味、爸爸的味，伊若有懵着，伊若有听着声，就安那，就会困去啊。爸爸妈妈一离开，伊就会安那，伊就会吵。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灵的婴孩，还是属灵的成熟人？当今天上帝没有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当今仔日耶稣无按照我的想法来行的时阵，来成就的时阵，咱敢会灰？咱敢会吵？还是咱真有信心？上帝伫隔壁迄间那尔，我有信心，我会当家己，我成为一个属灵得胜的基督徒，我能够自己存活下来。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属灵的这个婴孩，他会一直求恩典。他关注的是什么？他关注的是我有没有祝福。我来教会，我会当得到什么？我来教会，我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好处？我有没有被爱？属灵的婴孩，他会关注的是他自己，我有没有被爱？如果是灵里面成熟的人呢？灵真成熟的这个基督徒，是透过真理来操练我家己，将做一个内面甲外口，拢更较亲像耶稣的一个门道。所以他要晓得亲手做工，亲手做工，伊学习操练是非常的重要。我捌听过这个葛牧师、葛兆新牧师，伊伫这个演习的中间，伊讲到一个现象，伊讲有足侪基督徒。伊唔是想要耶稣甲听那样，他是要耶稣溺爱他。他说很多基督徒不是想要耶稣爱他哦，他是要耶稣溺爱他。他说很多时候，基督徒不是想要耶稣爱他而已，他是想要耶稣宠爱他。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每一位驻所听兄弟姊妹，我们的属灵生命刚有持续有没有持续不断的行动？最后。伫即个以赛亚书第55章8节到第9节，伊讲耶和华讲，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哦。天怎样高过地，想看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如果咱相信上帝真疼咱，那我们也应该要相信，伊袂黑白甲你舞啦，伊就做疼你啊，伊袂黑白甲你的人生舞甲黑幼去，不会的，伊袂黑白随便对待你，更要确信他的带领。比你自己的计划，比你家己的计划更较好，而且是啥物？好太济啊！天怎样高过地呢？是这款的距离呢？这样的距离呢，比我们自己的计划好太多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上帝的话很难相信，但是一定值得信靠。我是一个团队人，我有时候翻开圣经，我觉得上帝的话很难相信，但是兄弟姐妹，一定值得信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很重要。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常常伫这个计划家己的性命规划家己的未来的时阵，不要永远拢甲教会、拢甲主的国、拢甲国度摆伫第二顺位哪里啊？还是讲或者以后的？我们要思考的是主，你的心意是啥物？主，你要爱我做啥？主，你要对我讲什么款的话？你要我怎么样的去做？所以重要的不是上帝的回应哦。当咱问这款的问题时，我们当然很享受在敬拜的时候，敬拜的时，咱当然嘛做享受伫咱家己伫咱的房间、密室、祈祷的时，会当听到上帝的声，灵修会有回应。我们很喜欢，我们也很享受。重要的不是上帝的回应。当然，神有回应是非常好，我也有很多上帝回应我在祷告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流眼泪的这些经验，很好，也非常重要。但是问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祷告灵修，更重要的是操练自己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惯性。我们现在从这边礼拜之后走出去，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披戴耶稣基督哦，但是我们的这里，我们有没有一个惯性是，有人听到我的车位啊，我真不爽快。第一个惯性是什么？对，有些人就是暴怒。有人我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安尼突然间插过来，一起车美女，敢会晓开车？哦，第一个惯性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操练自己，把神摆在首位的习惯，不是一天一次把神摆在首位，是一天里面有好多事情，我们是不是有操练自己拥有把神摆在首位的习惯？这非常重要。所以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伊讲用正确的姿势投歹的球，他说用正确的姿势投坏的球。投不准的球，比用错误的姿势投进的球更较有价值。所以，迄个 course 最重要。你若有人咧拍这个棒垒球的，迄个 course 最重要。你的姿势最重要，姿势要先练到对。用正确的姿势丢坏的球，比用错误姿势丢进的更有价值，因为你练的是一个正确的姿势，不是练的要投进而已。投进，等你把姿势练好、练正确，就可以投进了。兄弟姊妹，这个亲像是咱灵修、咱的祈祷的生活同款。灵修的生活、祈祷的生活同款。重要的不是有亮光，重要的是今仔日我灵修拢是家谱，拢是什么但支派22000，然后什么支派22000，我读这要创啥？但是弟兄姐妹，你读。重要的不是要有亮光、有启示而已。上帝对咱讲话、对我们说话的次数多不多？不是这一些，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建立咱咧起着咱伫上帝的面前分别做成的态度甲习惯。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前常常有分别为圣的习惯？所以不管如何，我们都听进去了，让我们在灵里面。得着喂养，有一个牧师是安尼讲，国外的牧师我听到真趣味。伊讲，你知影你会记得你拜四的早顿你食啥物吗？
有人有记得吗？但是你吃进去了，就会有营养，那一天就足够用了。所以上帝的话，那一天，对了，我礼拜四我也忘记我读什么，礼拜三灵修我也忘记我读什么，上个礼拜牧师讲的信息，我好像也忘记了，已经很久了。但是我们有听进去，我们有领受进去，我们在灵里面，在咱的灵魂的内底，咱就有应用，不断累积，我们就会对属灵的事情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渴慕，我们就会对人，我们就会对灵魂越来越有负担，我们就能够给更多，爱更多，付出更多，对国度越来越有参与感。弟兄姐妹，我们晓得服事不是服事这个有形体的教会而已，你在服事上帝的国，所以我们服事的态度很重要。我们晓得每次服事是在服事国度哦，天堂可能会因为你加一哦，天堂可能会因为世界上面信耶稣的人，可能会因为你的小小的尽忠的服事的态度加一。所以我们对国度越来越有负担，对完成大使命越来越迫切，要去完成，越来越有急迫性。让我们一起操练，把我们的主权各一摆，还是讲伫每一天，拢各一摆献给耶稣。咱这回来祈祷，耶稣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到一个生命交托的层次里面。主要让我们的生命常常操练灵修，常常操练在祷告里面的这样分别为圣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大桥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更加的有信心。主啊，我们对你的信心要提升；主啊，我们对你的渴慕要提升；主啊，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里面，主啊，我们要能够柔软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灵修祷告里面，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要归荣耀给你，我们都要把我们的生命以及生活的主权再一次献在主你的面前。如此一来，在每一天献上主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更像耶稣。谢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基督徒的信耶稣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完成大使命，就是要做国度的事情，好让你的国能够更显得荣耀。谢谢主，求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有一个柔软的心，能够领受这样的信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阿们，阿们。请去啉泉首。我
时阵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这奉献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拥有赏赐甲收获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威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指示甲灵命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请小弟弟补充报告。咱未来的牧者就是约翰传道吼，真紧会真做牧师吼，已经足少年吼。有人讲伊嘛结婚未吼？已经结婚啦吼。吼，伊因为因的传道娘生得气质真水吼，我看过几啊届吼。真感谢伊，咱真感谢伊今仔日伊的讲道真正是真实在吼。咱的服侍是为着上帝国的大使命吼。耶稣讲，咱若听话，就要去行，这个是聪明的。若无去行，是变成啥？变成啥？无用的吼。咱真感谢伊。我来报告，咱8月初4吼，咱要去迄个口鼻教会，因有一个迄个主顺节、得顺啊节吼。迄天吼，因为去参与的足侪教会。要选2条歌伫遐来献唱吼。咱教会有报名，咱已经顶礼拜有开始练歌。
所以请咱大家会当踊跃来参与。即2条歌袂讲足困难，请咱会当踊跃参与来参加即个活动吼。这嘛会当互咱伫遐搁熟悉足侪兄弟姊妹无共教会的迄个关系，会当伫遐三档来分享吼。所以咱今仔日礼拜煞，咱要用20分钟先来练习，了后咱当小组吼。所以他兄弟，咱若时间无阻挡，请咱踊跃来参加吼。我报告到这。三角来吟上行诗歌，圣诗第389首，临时煞请带传道来祝祷。请起立。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之地，对这点直到永世代无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